睇到呢個叉燒啊，諗起星爺嗰個黯然銷魂飯啊，已經聞到叉燒陣香味啦。大家好，這裡殘書啊，今日過咗嚟番禺南村萬國呢邊啊，點解呢？我高中同學帶小孩來長隆玩，在附近吃到一家非常好吃的老前鋒王府粵菜。這裡是農貿市場喎，就很奇怪，這個美食博主居然不知道，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帶你來吃一下。真係同出面嘅環境好唔同喎，呢度裝修得幾高檔下。主要係食粵菜嘅，睇落呢個菜式咧係比較創新，又有啲懷舊。睇到呢個叉燒啊，諗起星爺嗰個黯然銷魂飯啊，已經聞到叉燒陣香味啦。呢個經典五花，哇！趁熱試下呢個燃燒叉燒，個叉燒唔止我哋點喎，隔離台都有點喎。豬頸肉呢個部位係比較偏嫩啲嘅，食呢個叉燒要夾啲檸檬葉啊，好清新㗎。梅花肉係比較爽口啲嘅，呢個叉燒顏色燒得真係靚。最經典嘅都係五花肉嘅口感，入口化嘅同埋好甘香。第二道餸啊，上嘅係禾稈冚珍珠。出面禾稈咧就係豬肉丸，外面鋪咗啲糯米，上面俾咗少少蟹子。禾稈裡面冚住，哇，標汁嘅蟹黃，哇，裡面全部蟹黃嚟㗎。餡裏面仲食到海參添啊！禾稈冚珍珠係形容我哋廣東人比較低調啊，喺外表平平無奇，即使着對拖鞋都好，實際佢裡面好有料嘅。啱啱新鮮炸出嚟呢個芋泥鴿啊，外面炸得好酥脆嘅芋泥鴿，應該係喺芋泥鴨嘅基礎上進行咗改良。外面呢浸好鬆化，裏面啲芋頭又粉，仲食到鴿肉同松子嘅口感。薑葱炒黃沙潤，呢隻黃沙潤靚啊，夠厚身啊，好似平時食牛三星嗰種味道啊。咁厚身，但係一啲都唔係彈牙㗎。豬潤就好勁煮老嘅，火候就啱啱好。整啖薑葱啊，嚿嚿豬潤都咁勁抽啊！我試下呢個豆漿煮魚腐啊，好似仲要係鹹豆漿嚟嘅喎。雖然比較特別嚇，豆漿煮法真係好鮮甜，有蝦米有紫菜，仲有啖湯嘅口感係比較濃郁嘅。再試下呢度和香貢螺禾花魚，上面禾花魚咧係煎過嘅，係炸得比較透嘅，魚鱗啊同埋啲細嘅魚骨都食得到。再試下個糯米飯嚇，個荷葉味好香，索咗鯽魚嗰陣鮮味。最尾甜品整個芝麻糊嚇，哇！睇佢結塊大咁，每日早上自己磨嘅，睇得出唔錯。好順滑，唔會話太甜，芝麻味超香。今晚食嘅呢間粵菜咧比較實在，用心喺啲出品度，主要嚟食嘅咧都係本地嗰啲老前鋒，對粵菜味道有啲要求嘅。即使收埋喺城中村啊、農貿市場隔離啊，反正你停低車你都唔信呢度有靚嘢食嘅。佢就偏偏裝修得咁靚，可以講今日點嘅呢幾道餸係比較創新同埋同懷舊相結合嘅。仲知道廣州咩好食嘅咧？評論區同我講，再見，留住我數。